特快行功。要領：腳踭吸，腳踭呼，正面吸，側面呼。先做預備功，鬆正站立，3個氣呼吸，3個開合。以先出左腳示範，點左腳，左手喺胯旁，右手喺中丹田前，左腳踭落地之前手唔喐，左腳踭落地嘅時候用鼻做一次短促嘅吸氣，吸。左腳掌放平過程之中，擺手，右腳鬆，腳踭抬起，出右腳，右腳踭落地嘅時候呼氣，每一次呼氣都要轉腰轉頭，重複咁樣行落去，左腳踭吸，右腳踭呼，正面吸，側面呼，行走速度要快，步要細，身體重心放喺後腿。跟住以正常速度示範，吸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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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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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大約10分鐘，跟住換腳，鬆正平站，3吞津，3開合，點右腳，出右腳，吸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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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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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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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呼吸呼吸呼。留意嘅係每一次都要向呼氣嘅方向轉腰轉頭，再行10分鐘，總共行20分鐘，跟住收工及休息。練呢套功法，休息時間最少要15分鐘。注意嘅係行走速度要盡量快，但係並非越快越好，要因人而異。記住嚴禁過勞，否則會有反效果。練習嘅時候，如果感覺到頭暈，亦都可以4步或者6步先至轉腰轉頭。如果連續做2次特快行功，中間最少要休息30分鐘。中快行功，要領：腳踭吸吸，腳掌呼，正面吸吸，側面呼，一步完成，吸吸呼。先做預備功，鬆正站立，3個氣呼吸。